贴了一些不应该贴的链接，然后差一点让我被 ban 了，或许吓到各位观众了，所以是不能開放，係唔應該開放大家咧去擺呢個超連結嘅，因為係非常危險。係超危險嘅，因為真係咧會出事㗎，大家知唔知？因為咧有時啲嘢咧，你咧即係你好容易會，你唔可以亂咁俾啲權限人嘅。有陣時咧又會咧貼咗啲唔知乜嘢啲唔知咩 link 出嚟啊，跟住咧又唔知乜嘢啊，因為咧又攞嚟宣傳下自己啊咁嗰啲。垂涎大嗰個 pat pat， 我冇睇過喎，正唔正㗎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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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可以再說一次嗎？就以前有人啊，放一些連接在我的聊天室，然後差一點搞到就嚇到觀眾了，然後差一點搞到我被 ban 了，所以我就不給大家放連接在我的聊天室，即係我已經係剝奪咗大家嘅呢個權利啊！等一下，他在聊天室放屌照怎麼辦？係咪先？喂，聲俾大哥，聲啊，好啊！嚇！等陣佢想大家見識下佢嘅雄偉咁點算咧？咁我大鑊㗎喎！等一下，他想大家見識一下各位的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會被 ban 的，你知道嗎？我會俾人 ban 鳩噶，我會俾人 ban 台噶，你知唔知啊？我會俾人 ban 台噶，同埋你哋都唔想睇人哋條嘢啊，係咪啊？還有就是你們也不想看其他男生的那邊吧？但你想睇大哥，你問佢啊！你問佢啊！你問佢拎咯。唔係，你唔應該問大哥，你係應該要問 Tiff 姐，因為大哥係屬於呢個 Tiff 姐嘅，所以你應該要問兩個人。啊幹！我真的，我等一下被 ban 了，我就 GG 了，告訴你。你知道以前啊，就是不是以前，就很多例子，為什麼那個主播會被 ban？就是他們可能開放什麼可能50塊抖呢就一個就可以放一個影片，就是在畫面放一個影片，然後他就放一個什麼色情影片，然後整個台就被永 ban， 成個台俾人永 ban 咗。Oh my god man！ 因為咧你係冇撚得 cut 咗佢啊，你一定係要揾佢播，然之後一播咧，哇播啲咩哇嗰啲睇到啲重要部位啊、私隱部位啊咁樣，然之後咧就成個台唔撚見咗啦。GG，點解會機到呢度？唔知搞乜？點解我呢度變咗 BL 台啊嘛？所以真係要小心。
是這樣的，因為這樣的東西被用 ban。Oh my god！ 嗱，唔止一個直播主係咁啊，好似我聽過嘅案例係大概大概可能係3、4、5個例子，我都噏得出係因為呢啲咁嘅嘢而俾人永 ban 咗。咁當然佢之後可能有機會翻嚟係之後嘅事啦。總之呢一樣嘢係有機會永 ban 嘅，所以係好危險，很危險的各位。我就不建議大家這樣做啊，真的，就這樣子有機會。所以啊，我對於我是不會開放大家放那個鏈接啊。就係咁，所以咧我就唔係好建議咧大家做呢個行為咯，呢個行為係唔得嘅。還有我以前看到有一個台啊，就是我看到有一個台，就是有觀眾抖內